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年前的9日大地震，北部有2栋大楼摇倒去，一栋是台北市的东兴大楼，一栋是新庄的朴树的家。2栋大楼总共有132个人过往。当年在真侪不幸的灾难当中，有一件振奋人心的救灾的奇迹。1999年9月2日，地震后的第6天。救援人员在台北市东兴大楼的石头堆，割掉130点钟的笋甲兄弟救出来。当年幸运逃过死劫，即卖因拢40外岁了。华视新闻团队独家专访到兄哥孙启峰，伊讲灾难都袂输是昨才发生同款，但是会当活咧实在真好。咱继续就来看东兴大楼甲朴树的家的受灾户。因充满着心酸的重建之路。干嘛呢？我要叫你晚点处理，这是人命关天，不然我们进去抗议。都没有，我昨进去现场也没有。别人不倒人家那旧房子不倒新房子那为什么凭什么会倒啊？死的真的很冤枉啊！9日强震震疼台湾人的心，厝倒、楼倒，真亡意外连连，家天动地兴鸣。北部地区无幸免，台北市台北县大楼滑倒了132条的人命，葬身伫灾难中。台北市八德路虎林街口的东兴大楼，地基连根挽起来，1楼到7楼全部拢塌落。救援人员无眠无日，在野配堆内面一站一站找出生还者。马拉松式的救援持续进行，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愈来愈无希望。家属是哀痛欲绝，想未到地震了第6天，奇迹出现了。怪手拨开了孙家2兄弟的栖身处，就在看起来像地洞的地方，一个人站了起来。孙启光猛灌矿泉水，看起来这几天的确是渴坏了。20分钟后，哥哥孙启峰也平安脱困获救，现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。然后他当时跟我们要瓶水，所以我们就给他1瓶水。救他下来以后，他的父亲第一句话问我：“他是孙启光吗？”我说：“这应该是你的儿子。”所以其实当下是很感动。受困黑暗中130点钟，住伫3楼，被活大的孙启光甲孙启峰2兄弟靠着冰箱内一罐矿泉水甲烂苹果维持生命，用强大意志力退到被救。那时候我就跟我哥讲说已经不想再继续撑下去。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出去的话就可以喝到矿泉水，还有那个重量杯那个芬达。我哥在喝冬瓜茶，我就说好。趁着你这最后一天，我再撑下去。我那时候其实我已经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因为他那时候就说他已经快不行了，然后我就去拉他，我就想试看他还活着。结果拉没多久，我发现他竟然也还活着，那我就很高兴。其实当时我印象48个小时下令要做机械破坏，其实那是很多人心中的痛，就会觉得说。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再多一点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拉到他的时候是11点18分，我回报的时候是11点19分，正好是119。哇，那时候就一直掉眼泪。那天晚上所有的救援人员全部都没有睡觉，每个人都望着天上的星星就觉得哇，怎么老天爷送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礼物啊！孙氏兄弟记者一般的总话，20当前这画面是9日灾难中难得唯一振奋人心的故事。他就跟我讲，今天是我生日。我说对啊，今天9月22号。他跟我讲说，我一辈子就没有人帮我过生日。我说今天我来帮你过生日，我把脖子上一条链子拔下来。我就很感动啊，我就说，我还开玩笑说，你确定吗？如果我们出去的话，你不要后悔要跑回去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们是算很幸运的，因为今天我跟我弟弟是在一起，而且我们还能够一起这样子活下来，然后甚至一起走出来。
不像说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全家人就都过世了，像我阿姨一家5口都完蛋，全部都走了。孙启宏、孙启光在打桥牌，那我出来喂流浪狗、流浪猫，那妈妈去拜拜，那妹妹去买生日礼物，隔天就是9·2，就是孙启宏的生日，他们要买东西送给他，所以这些人在家的，就是幸运的活出来，在外面的就逃难。采访小组透过定定的联系，伫孙家家庭聚会当天，采访到孙爸爸甲孙启峰，看到5岁后生的手成熟稳重，20冬过去啊，孙启峰结婚生囝，对23岁青年家做一家之主。我们感觉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其实都还烙印在心里，都还是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其实事情过后，就是我们会更能体会，就是说家人的重要。经历这些事情真的只有2个字，我觉得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，就是珍惜，珍惜你身边的人，珍惜你还能够呼吸，珍惜其实你还能吃东西，你还能够去玩，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回想到6天甲死神拼命记忆，好亲像就伫咧眼前。孙启峰即嘛是电脑工程师，弟弟孙启光是建设公司董事长的特助，兄弟人会行出阴影。开启新生活，而且点点行善度日，希望外界更加关注。孙启峰嘛，拜托镜头前莫献光。这几年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借由我们的事情，然后去帮助到很多的人。就比如说去演讲也好，然后或者是去一些机构，然后去关怀一些人也好，只要其实对他们都有帮助的，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去帮忙。启宏有时候都还在庙那边做志工，启光也很喜欢在做志工，所以9·21我们能生存这样很好。但是每次看到地震呢，他们都会心里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地震又来了。第一就想到家人，那就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这也是做关注社会。伫这场东升大楼倒了意外中，劫后医生的也有伊受灾户陈建立。3楼之宝，那时候就倒下去。在当迄暗，陈建立甲某囝在外，闪过一劫，但是妈妈甲弟弟却不幸罹难。我那个弟弟因为在东风化国小上班要早睡，妈妈可能也在旁边啦。那时候判断是他们2个，爸爸应该是在1楼，在1楼当警卫。他第一时间就是有去按电梯啊，就是等于说看能不能死伤方面能降低一点。我爸爸能救出来算是很运气。这些相片都是从东兴大楼拿出来的，就是我妈妈生前的时候。讲到过身的亲人，陈建立忍不住平生。抵挡了后，抢救的物品原是保存好势，代表着满满的思念。当年陈建立的太太巴肚内有第2胎，出世了后被称为是东升宝宝，即摆已经是19岁，是一名职业军人。若是陈建立当年只有2岁查囝咧，即摆已经是一个真捌代志的大学生。大概多久会过来这里看？我思念他们就来拜拜他们。妹妹是有跟妈妈来，常常来。我要哭了。不过，陈建立甲厝内人一路行来并无顺利，除了9日地震以外，命运之神，也搁因一个骨卡严格考验。地震之后，我们就要家破人亡嘛，只剩下店里可以住啊。住在店里的时候，又遇到纳力，整个店呢都淹掉，到处流浪啊，那你搬来搬去啊，都自己一个人扛啊。然而拄到灾难，曾经是 Q 字怎度日？即卖伊是国道事故处理员，工作稳定，伊度过难关甲困境，更加知爱保持乐观正向。看到那个痛但是从中要汲取教训看到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，就有种成就感。在那个灾难站起来，我真的有站起来了。吃得饱穿得暖就好了。我爸爸妈妈没有让我饿过。爸爸谢谢你成就我跟弟弟啊，我们都长大。我是尽力而为。新的建设看表具的上分，但是东升大楼重建路确实坎坷孤长。陈建立哥哥陈建华是一名画家，抵挡了后曾经担任东升大楼自救会会长，带领居民争取权益。必须要给政府单位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地方国赔打赢了，甚至于被上诉到高等法院打完了，我们希望它停止再上诉，是不是我们的重建速度会比较顺？
那你一方面要打国赔，你要来做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受到很大的考验。老站当中估计错误，流条结构设计无合法规，偷工减料时间不良造成悲剧，但是建商脱产，就算有判赔3.3亿，灾民依然是无地求助，这当深究金源甲国赔，最后无简单甲欺负伊1.2亿达成和解。另外，原地中建又搁遭受建商跳票、拖延工程，只好当年伫外飘浪，混这10天才重新回来。我们也是打了大概将近10年，那后来谈判，市政府后面才愿意赔偿。坦白讲，我把那个支票交给灾民那一刻，我是有被电到那种感觉，我整个身心是被电到说，哦，原来这叫做正义。重建后，陈建华依然是住伫东城大楼，却互失去亲人的疼。透过画作鼓励，同款是灾民的东城祝福，描绘出未来甲希望。这场的地震改变真侪人的生命。除了台北市，当时原台北县新庄市博士的家大楼嘛倒落去，造成45个人罹难，900个家庭无家可归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挖开那个洞的时候，那个受困者手伸出来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那种，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就是他就感觉到说他的生命的成就了这样子。新北市消防局训练科股长谢仁健地震迄当，伊是救助队教官，伫倒落建物中，伊连续救援将近10天，在过程中医进不断，毋是救灾，我会骗灾。9日伊这段回应，对救援人员来讲咧，同款是我都放袂记。你看到一个人本来是好好的，那忽然之间剩下一块肉，为什么？因为房子的柱跟梁是靠在一起的，一般是梁断的柱还是有一个间隔。那我们看到的是梁跟柱是合并在一起，那人跟家具就夹在中间。那种感伤起来就是，到底这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天灾应叫出人祸，建商无按图施工，建筑安全系数连标准的一半拢无够，地势段起好4栋的新厝倒落去，20天之间，只好是挺过挑战，行过重建之路。921强震新庄博士的家社区后栋大楼应声倒塌，前栋的2栋大楼也受到了影响。重建之后，这里已经改名为民安领航，大楼从3栋变2栋，更名后也代表着走过伤痛，带出希望。即摆带你来去看阮当时9220年前迄当阵阮咧避难的在大尾顶你来看卖者。一个四脚手牵手安尼，啊是讲等下啦有啥物迄落倒一声，阮就通啊规家口找人安尼。伊是博士的家受灾户李国民，虽然一家靠4个人幸运闪过劫难，但是所在整栋的大楼变成危楼，面临拆除命运。一世人，我拄校府长伊买2间厝，我贷款还了500万。结果，你安尼一夕之间就拢无去啊！阮2个有当学啦，就是会摸咧家己摸面层摸咧哭。只好决心对抗恶一个建商，有小机会义务拍团体诉讼求偿。李国民是被推选做都市更新会理事长，是带领博士的家重建的关键人物。叫银行团出来协商，讲伊的贷款免来处理，所以讲阮有上歹的结论出来，就是讲这几年的利息拢无收。只要含伊本金就好啊，若较好的，就是讲本金搁拍折，受灾户这伊心内就感觉讲，安尼我负担会较少啊，对吼，有的贷款有解决，咱就唔惊死呢。所以讲阮甲921基金会来全部100%融资借钱来起厝来重建啊。重建到即马拢老的哦。嘿，啊，咱是讲翕者做纪念。无当来一步一步甲失去的厝起倒来。博士的家是9日地震了后第一个快速重建的主体大楼，嘛是震灾重建各方请教案例。2016年2月，高雄美浓地震，台南伟冠大楼倒落的时阵，李国民嘛受邀请落南，提供意见给灾民，传承重建经验。9日一段地震，天崩地裂的迄面，伫全台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痛。20天了后，咱看到虽然失去亲友的悲痛，我都小度甲袂记，但是一路行来，伊努力抚慰心中的伤痕，勇敢的走过真相，重新振作，活出生命的新篇章。啊，好啊，甲过日子，
啊，所以讲起码会使讲比以前较好啊。不管是高兴的或那个，也是都过去了，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后看。活着真好，要有希望，因为活着就是希望。